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今晚所请到的特别来宾。今天我们的来宾呢这么踊跃，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是一位大家很喜爱而且很熟悉的这位歌手啊，我想对于他我只有他是唱将，只有这2个字最适合来形容他。让我们掌声来欢迎陈英杰小姐，掌声欢迎！来，热烈掌声欢迎陈英杰。 一暝孤单来到错乱的港边，的船的声讲有打西边，不知影阮怎样对你，偏偏这呢绝情做你。 哇，每一次我这个听陈杰的歌都觉得非常的过瘾啊！唱将型的歌手，随便在什么样的地方唱歌啊，这个一拉开嗓子，哎，刚刚要知有没有，立刻就听出来。对，刚刚这首是新歌，对吧？最近一首新歌。 哎，歌名是叫做伤心夜港边，伤心夜港边，哎，非常好听，是探节奏的歌曲啊，比较不太适合的，不像那个比较正规的探戈。哦，那不像正规的探戈是？因为我把它当做是用花雕探戈，因为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沈文成先生。哎呀，沈文成到山顶的人，所以我当做一个花雕的探戈。哦，所以沈文成是花雕探戈的这个祖师啊，原创者的去的哦。哇，真没想到他个人的才艺也真的非常不错啊。对，因为沈文成最近写的歌曲歌词写的都不错。当然呢，一般的算新人来讲，他属于是作词作曲算是新人嘛。不过他也很识相对，他很认真。达到一个境界之后呢，就开始往这个大师级那个路上走，但是我想更重要一点，就是写出好歌交给他来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刚刚呢看到我们现场观众朋友看到陈英杰一边唱歌的时候，大概那种微笑真的是会心的微笑，那笑啊呢，刚刚看到你讲话一样。其实我讲真话了，因为到这个卡拉 OK 啦、KTV 里面点歌率来讲的话，陈英杰的歌那太多了。那现场朋友喜欢你的歌的朋友呢，那更是不用说。有没有不要错过机会？有没有点唱好听的？随便陈英杰唱过哪一首歌？看到他本人也要听他唱歌，对不对？后面还有什么竹山镇妇女会？下面那位朋友，就是你这。 嗨嗨零星哦，嗨嗨零星，来，嗨嗨零星，好不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嗨嗨零星。你会唱吗？不要求。人讲这心情含较快活。 唔通太认真，受着会惊。有人真故意，定定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快破？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唔通回头望着会梦。 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到输赢？轻轻松松生活度阮来行，无人成家永远孤单。阮的欢喜有缘你做伴。 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
又加到思念，世情多，怎又加到思念？谢谢。过不过瘾？不过瘾啊，不过瘾，还有人叫对不对？不过瘾的啊，叫不过瘾的，对不对？来，啊，安口安口。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再来，还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想听歌的？来，还有观众朋友点歌。好嘞，好，来来让这位小姐好不好？穿橘红色衣服这位小姐，来，你要听什么歌？不好意思哦。红杯霜，哎呦，哎呦，看这位小姐不好意思，隔壁那位引导的是啥？是你头家是啊？啊。大汉的对，来就是头。大汉的就是头家哦，我我就是讲大汉后生嘞，哦哟，差足济嘞。即摆一般人拢安尼讲吧。都按你讲哦哈，哎，红杯刷，不过刚刚看有很多人跟着他，应该这首歌曲在唱啊，这首歌算。要不要来跟陈红英杰一块杯刷就这唱？两样唱，来，有像那个陈英杰到领唱诶。哎，他要跟陈英杰来，要跟我不？要跟我不？好，来，你来，来，小心啊，小心啊！来。每日若是头点点落落山，日来愈孤单。哇，唱得不得了！首先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这边这位朋友，您贵姓？姓吴小姐是不是？吴小姐唱到每一段最后，她的抖音抖得非常棒。来，你唱一句，来，你先唱第一句就好。1、2、3，来。思念故乡的情歌。哎，哦，我隔壁这位太太哈，刚刚陈英杰怎么样？快讲她。哦，我觉得她声音，她的肺活量很足大声，哦丹田真有力。加单哦，讲真大把啊嘞，啦。哦，刚刚陈英杰后来唱到最后那几句都不唱了，都给他们两个人唱。哎，不是，他们3个一起唱歌，好像那种城市少女的感觉。城市少女。好像那种城市少女的组合。这位太太，您也是从竹山来的吗？竹山。哦，那位也是吗？哦，你是罗东，一位竹山，一位罗东，一南一北来到我们的今天恁今仔日若等去吼，等去甲恁亲戚朋友讲哦，讲哇，今日甲陈英杰斗阵唱《红白山》哦，足欢喜，足欢喜，去看有灯奖哦。我感觉伊唱歌唱足好。不一样，哦，真欢喜，对不？这个 tempo 啊抓得很准。真欢喜吼，非常高兴。伊讲真欢喜，因罗东讲真欢喜哦。哎呦，这 Q 啊哈，真欢喜，真好食，真好食。好，来，我们谢谢2位这个现场观众朋友哈，来，别跟阿姐唱嘞哈，来这边，好，我们谢谢这位吴小姐，也来谢谢这位来自于竹山的小姐。谢谢。讲真话，你看这个唱片有没有卖，就可以听这样就知道了。这个街头巷尾啊，这首歌已经是家喻户晓，每一个人呢，就算不会这个歌词啊，最起码那个 melody 旋律都会。怎么可能？这首歌从5岁到95岁都会唱这首歌。这首歌在好几年了啦，已经流行很多年了，6年多了。对呀，你看到现在每个人还是朗朗上口哦，越唱越盛哎陈英杰今天来到我们5等奖现场，觉得很亲热，对吧？对，我觉得在这种现场呢，跟一般像大家很久，有时候现场朋友哈，不管是年轻一辈、中年一辈、老一辈，大家安尼到底安尼唱歌，我感觉足欢喜。足欢喜，下摆较接来了。因为我嘛感觉我下这个味啦，这个味啦，这个味的。因为我的歌咯，干嘛下这款味的啦，安尼。而且这款歌曲大家也能体会。他们就可以不要指我。你也可以啊，都可以了，为什么要说不止你呢 ？OK， 来了，我们非常谢谢陈英杰今天来到5等奖节目啊，希望就诚如您讲的，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风味能够和您的歌曲呢，真的都是相辅相成的啊。OK， 谢谢您，希望您的专辑呢越卖越好，谢谢。